呢份報告咧就係我舅仔嘅，但係好奇怪就係話佢冇中風人士嘅後遺症。咁究竟幹細胞係咪真係對中風之後嘅人士有一定嘅作用？其實幹細胞入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神經生長因子啦、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啦。咁呢啲生長因子或者轉錄因子咧，都係可以幫助神經嘅修復啊，同埋一啲纖維細胞嘅修復。因為佢中風嘅時間就冇咁耐啦，所以佢修復嘅能力就比較快咯。間充質幹細胞其實就可以幫助到啱啱除咗提過嘅神經細胞啊、纖維細胞啊，仲可以幫助到肌肉細胞啦、心肌細胞啦、血管壁細胞啦、軟骨細胞啦、成骨細胞啦等等。其實呢細胞直接咧就幫助到骨啊、軟骨啊，軟骨即係幫助到關節啦、老人家嘅。幫助到牙齦啦、皮膚啦、表皮嘛、眼角膜啦、頭髮啦，所以好多嘢都可以幫助到，包括器官上嘅功能。